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996，聊一聊打工人聊一聊社畜。咱们聊996之前先聊一下小米，从小米雷军聊起。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雷军未现身上海车展，车企大佬主动限流。他打了个问号，说的是这个最近不在上海举行这个叫国际车展，每年举行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展会这新能源汽车企业肯定要去做宣传，而且车企的这个老板那更得要去参加这个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去表演，要去做人设，要去搞流量，去营销。但是这一次作为首次亮相的小米作为它的核心灵魂人物雷军居然没有去上海参加这个车。那么这个联合早报他认为是不是车企大佬现在主动的在限流？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从家电制造跨足电动汽车领域的小米集团4月23日迎来在上海车展的首次亮相，但小米既没有展出任何全新车型，集团灵魂人物首席执行官雷军也没有现身。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车展之一，今年上海车展规模空前，吸引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车企，在逾36万平方米的展厅内争奇斗艳，发布新车，展示新技术。据统计，此次展会共有100款全新车型亮相车展，而且是首次亮相多数车企卯足了劲，力图通过推出全新车型和技术紧跟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相比之下，小米显得从容许多，展出的仍是早在去年3月发布的苏7车型，而非备受期待的全新车型。此外，正当其他车企大佬纷纷抢在车展首日高调亮相，争夺曝光度 C 位之际，雷军只是当天下午在微博发文感谢公众到访小米展台。所以很多网友就不禁要问，小米怎么了？雷军怎么了？给大家的印象这个小米是隔三差五也要上热搜的，尤其是雷军。我记得1个月以前那雷军好像是天天上热搜然后雷军不是当了半天的这个首富吗？小米股价创新高，后来小米又融资几百亿吧，精准对吧，在最高点融资。然后这个董明珠是不是就在这个公开场合就是说这个有些制造业企业操纵股价总之就是有一段时间这小米是天天上热搜，大概跟他那个新车发布也有关系。那这一次这么好的一个作秀对吧，搞流量宣传的这么好的时机，那雷军为什么会缺席呢？小米为什么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高调了呢？文章说要知道过去2年雷军一直都是各大车展的流量担当，所到之处均引发万人空巷。2023年上海车展，尚未发布苏7的雷军闪现展馆，走访了8家造车新势力展台。到了2024年北京车展，雷军不仅登台演讲，还穿着与苏7同款颜色的 Polo 衫打卡各大展区。雷军所到之处必人潮涌动，人气远超普通明星。而今年的上海车展，雷军却淡出风头，将流量担当位置拱手让给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尽管雷军本人没有到场，小米依然凭借雷式营销吸引了大批人流。小米星期三宣布，车展展出每一天都会送出5000顶这个棒球帽。澎湃新闻记者星期三早上9时左右抵达小米展台时，发现展台前已围着3排人龙，等着领取这顶售价129元人民币的限量款棒球帽。车展首日开始仅2小时，5000顶帽子便已派发完毕。雷军为何没有现身？对于雷军没有现身车展的原因，小米公关总经理王化称雷军原本很想出席，但因时间安排冲突未能成行。中国媒体则普遍认为，雷军未现身车展可能与小米当前深陷的安全风波有关。
对吧？这个前2年这个格力的掌门人董明珠啊，在他们的股东大会上还说了，对吧？他们这个造的新能源汽车作为这个北京1号线说运行了10来年都没有起过火，但是对吧？某些汽车厂商新能源汽车就起火。大家也记得啊，就是在应该有1个月了吧，发生在安徽铜陵到贵池这个高速上，对吧？3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啊，开着一辆苏7发生车祸，那是悲剧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就那一次个车祸啊，好像让小米汽车突然就遇到了拐点，它的上升的势头啊就戛然而止。沉默了好几天的雷军啊，后来对吧，被迫也在微博上回应。也正是这个车祸啊，将风头正劲的小米苏7推入舆论的漩涡，小米的智能驾驶技术以及车辆安全设计受到质疑。截至目前，整起车祸调查尚未结束，舆论对苏7安全性的质疑仍未完全消散。虽然这个很多媒体都这么认为的啊，认为这个雷军啊，那这个时候不宜抛头露面。如果他这个时候过度炒作啊、引流啊，那可能导致大家又想起这个事情，又来追问苏7的安全性，所以他暂避锋芒。这只是一种说法啊，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结论是车企大佬主动限流，他打了个问号，说有别于过去2年中国车展的热闹场景，今年的上海车展虽然规模更大，但场面冷清不少。不仅雷军主动收集流量光环，其他中国车企掌门人似乎有意低调行事。往年车展上常见的串门抢镜、互相造势引流的热闹场面，今年都有所降温。车展首日，小鹏汽车展台仅迎来1位外部嘉宾，360集团的 CEO 周鸿祎。他在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陪同下，与小鹏机器人握手互动。宁德时代董事长则现身理想汽车展台。这类互动与其说是各企业大佬在串门拉流量，更像是企业间的深度技术交流。此外，曾多次引发业界热议的魏小李，也就是未来小鹏和理想汽车创始人合体，也没有在本次车展上重演。因为未来汽车 CEO 李斌当天正忙着为旗下品牌乐道汽车站台。随着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加剧，新车型迭代加速，售价持续下探，中国消费者对国内车企的注意力已逐渐见底，导致行业竞争逐渐从价格战走向流量战。在流量驱动的市场环境下，众多车企大佬纷纷下场，化身网红老板，通过直播、短视频、微博等互动方式和用户打成一片，试图以流量带动销量。雷军、周鸿祎正是这一背景下迅速走红。截至星期四24号雷军在微博上的粉丝数已经突破260万2600万了。周鸿祎也拥有超过1100万粉丝。这些坐拥千万流量的网红企业家，在车展频频串门卷流量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加大宣传与营销力度的一部分。搞流量不光是新能源汽车专利，对吧？某些超市也热衷于搞流量，没有流量他就一天都活不下去，必须隔三差五上热搜，上不了热搜那就制造话题这必须上热搜。所以说上热搜不光是新能源汽车，有很多其他的行业也是这样。不过车企高调营销和过度宣传的弊端逐渐显现，但智驾、高阶智驾、L3级智驾能力等宣传词汇被频繁使用，越来越多的车主对智能驾驶产生不切实际的误解，导致脱手拖延等危险驾驶行为频发，酿成悲剧。小米车祸发生半个月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星期三，也就是16号出手刹停无序智驾宣传，自动、自主、高阶智驾、脱手拖延、接管等与智驾相关的概念均被列为违规宣传词汇。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从车企到车展似乎都在朝更理性的方向回归，少了炒作与喧嚣，多了沉稳和务实。本届上海车展不见雷军串门打卡，华为鸿蒙智行也不再高举遥遥领先口号，
车企高管之间冲热搜式的互访互动明显减少，少了这些博眼球、博流量的行动，的确让车展氛围显得有些平淡。但消费者的目光能重新聚焦在汽车本身，或许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啊，他的一个报道。他认为啊，这个是车企大佬主动限流，我觉得啊，不能这么看。那这次这个上海的车展场面冷清，不见车企大佬去搞流量，不是车企大佬主动限流，因为这些新能源汽车他们都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你看啊，已经倒下的有哪吒汽车，还有什么极越是吧？好，反正名字我都记不清啊。反正这2年啊，倒下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厂家太多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非常卷，没有一家说是安全的，现在已经对吧，高枕无忧了，没有。那在这种背景下，这么好的车展展现自己，对吧？搞流量做营销，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把握呢？车企大佬主动限流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家也知道啊，这2年最火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而新能源汽车卖点是什么？如果你还说是大屏幕、大沙发、大彩电、大冰箱，完了里面可以吃火锅，可以打麻将，这些对吧？已经让消费者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你再宣传这个不行了，这玩意儿已经宣传好几年了，就是新能源汽车舒适嘛，对吧？你买了这辆车，下班开回家之后不想上楼回家，只想在车里面再多待个20分钟，这些已经让人感到疲惫。或者新能源汽车和油车就这点区别吗？所以说啊，这几年啊，随着智能驾驶的这个兴起，新能源汽车主要宣传都是智驾，偏偏这个时候智驾出问题了，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导致工业和信息化部及时出手，要规范整顿这个智能驾驶的营销，对吧？你不能自己乱造词汇啊，什么接管，什么叫接管呢？什么叫高阶智驾？什么叫智驾？什么叫自主自动？这种眼花缭乱的宣传，让很多消费者他以为这个智能驾驶已经非常先进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误导。所以主管部门出手对这种营销进行整顿。那么因为这个事情事发突然，对吧？就是上个星期三刚接到通知，所以很多新能源汽车厂商还没来得及改，他的那个过去的宣传手册里面都删掉。你说什么自动、自主、高阶智驾，你得改呀。然后你得改成什么呢？对吧？你现在你要给大家给消费者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再宣传智驾比较麻烦了，所以新的宣传点也没有出来。再说智驾也可能要挨罚，甚至要坐牢。那你说让这些大佬跑到车展去讲什么？讲我们啊一起在车里吃火锅是吗？讲这个车门防夹是吗？现场演示夹脑袋，没得宣传，他去干什么呢？第二个啊，实际上就说明新能源汽车已经到了拐点，盛极而衰啊，对吧？尤其说是这些大佬不去车展，不去搞这个流量，你还不如说是因为受众这些关心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群体在下降，大家已经累了，大家没有钱，不愿意消费，也不愿意去车展凑热闹。只有你那个车搞出什么新名堂，大家已经不再关心。车展遇冷，这些车企的大佬啊，他们都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都知道这个车展热还是不热，对吧？他通过第一天这媒体到了多少个，对吧？这个媒体的预热、举办方这个宣传的经费等等，他们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啊，这个车展火还是不火？不火你跑去干什么呢？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次车展啊，关心的人少。所以说从侧面也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了。具体的小米雷军本人那还有问题，不光是联合早报说的啊，上个月发生在安徽铜陵的这个车祸，引发了人们对小米汽车的这个智驾啊这个安全性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莫名其妙啊，昨天突然一个小米的负面新闻就上了热搜，就是这个事情没有这么巧的。什么负面新闻呢？这个我看各大媒体在报道，有凤凰网财经，还有什么九派新闻等等啊，都在报道一个热搜。什么热搜啊？说小米被曝要求员工日均工时不低于11.5个小时，小米员工称平均工时12小时仍被约谈，有人被要求写说明反思，这什么意思呢？你看明显就是小米的这个负面新闻啊。那小米不就是血汗工厂吗？啊，平均工时12小时啊，达不到12小时就被约谈，让你写反思。这个网上这么说的啊，他说近日有卖用户发帖称，小米要求员工日均工时不低于11.5个小时，其中低于8小时需要提交说明，工时排名靠后的要被约谈，甚至劝退。小米查工时
相关话题在小红书等平台引发讨论。多位小米员工向九派财经证实这一情况。九派财经记者向小米方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说小米手机部门一员工告诉九派财经记者，不同组情况不一样，日均工时要求低的组是10.5个小时，有的组甚至要求14、15个小时，他们部门要求12.5个小时，但领导都是口头要求，不会留下痕迹。小米上海一员工说道，他们部门确实要求平均11.5个小时，就是9点上班，晚上8点半下班。他说我之前平均工时达到了12小时，还是因为排名靠后被领导约谈了。另一江苏小米员工告诉九派财经记者，此外请假也会影响日均工时，一个月只请1天假，日均工时就不满8小时，需要额外加班去补回来。上述手机部门员工透露，小米这样查工时已经有1年多了，近2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晚上突然都开始讨论工时不达标带来的影响是直接的。一位小米员工之前因工作时长低于10.5个小时被要求写说明反思解释为什么平均工时不够。小米一北京员工告诉记者，如果工时排名靠后会被领导约谈警告，不改就可能影响绩效考评。小米一外包员工则告诉九派财经，他们部门要求必须待满11个小时，而且不是平均，是今天不够11小时，明天就会被约谈。如果经常不满11小时，外包员工随时可能被开除。这是九派新闻报道啊。首先啊，小米如果真的是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对吧？工时不低于11.5个小时，这个可以算是血汗工厂，这个肯定是不提倡。但是啊，偏偏在这个时候，小米爆出这样的负面新闻，这个不能说是巧合。也就是小米它要求员工工时不低于11.5个小时，如果真的存在这个情况，它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昨天才有，它已经2年了。为什么突然在昨天一下爆出来上热搜？某种这个程度上也说明小米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会不会是盛极而衰？这个很难说啊，月满则亏啊。说实话啊，小米是在国内制造业里面算是不错的，雷军对吧？从小米手机到小米汽车，树立的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模范企业家的这么一个形象。小米的水平在国内也还是不错的，结果他的员工每天要12个小时工作，达不到12小时还得约谈，这个不就是妥妥的血汗工厂？恰恰在这个时候啊，网上还有其他的热搜跟996相关的这个封面新闻报道啊，武汉的猿辅导有一位老师啊猝死，这个也引发这个网友关注，也上了热搜。4月23日，根据媒体报道说，猿辅导武汉公司一名年轻老师在办公室猝死，引发关注。目前，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已介入调查。24日，死者小李的大伯母告诉记者，小李父亲早年去世，他原定5月2日结婚，家里人现在哭得说不成话。根据媒体报道啊，这个猿辅导的员工小李啊，2020年从武汉知名高校本科毕业，很年轻啊，就进入猿辅导工作。今年4月份，这个小李啊与未婚妻领取结婚证，计划5一期间举行婚礼。4月22号中午，李某前往猿辅导上班，晚上加班期间未再回复未婚妻信息。未婚妻凌晨报警后，随同民警前往公司寻找，但因公司各楼层大门均有门禁，无法进入李某的办公区。你说说，带着警察都进不去。23日上午，保洁员打扫卫生时，发现李某在办公室已经无呼吸。这名网友的评论区有数千条留言，不少疑似猿辅导员工留言批评公司的加班严重。该网友回复多条留言，补充了一些信息。在评论区，有其他疑似员工晒出一张武汉市急救中心院前病情告知书，显示26岁的李某在救护车到达时呼吸心跳已停止。告知书签署时间为23日上午9点43分。记者多次联系这名网友，未获得回应。19时许，记者发现该网帖已被删除。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李某是一名线上上课老师，原计划休长假，与公司沟通后想把工作提前完成，正在新闻报道。警方确认有该事件发生。这个李某据说啊，已经连续加班18天，也就是超负荷工作。他们是早上10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
连续18天。当然，这个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个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啊，说这个猿辅导武汉公司曾在2023年就因管理苛刻被媒体曝光。据封面新闻报道，猿辅导前员工爆料，猿辅导武汉公司加班情况严重，单日加班超6个小时。所以你看啊，这个小米的员工要求一天上12小时班，正好也赶上这个猿辅导的老师啊猝死在办公室。这个新闻，这不就是叫封界火势啊，火助风势。还有啊，网上还有热搜，关于996的，关于社畜啊，说35岁程序员长期熬夜致脑干出血。据报道，该程序员姓吴，是一位有8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码农啊，因长期熬夜，脑干出血5毫升，昏迷15天，在 ICU 躺了28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从事的工作月薪3万元，每天早上7点起床，凌晨1、2点睡下。4月23日晚，当事人发长文讲述发病经过以及现状。他表示自己在 ICU 一共待了28天，后来又去康复医院待了70多天，回家之后也一直在康复和锻炼，现在已经恢复了大约70%，但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康复了。之前在一家创业型公司工作，当面临裁员时，精神压力比较大，生病之后基本上没了收入，家庭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女儿现在还小，自己也在想方设法考虑如何回归社会去挣钱。35岁程序员，35岁码农，压力正大的时候，虽然他月薪3万啊，但是啊，长期的加班，长期熬夜，导致脑干出血，这个不就是小米的员工的一个写照吗？所以这个时候啊，小米被曝员工，对吧？每天工作不低于12小时，这个一下就受到大家的关注，原来是个血汗工厂。所以在这里我也谈一谈啊，这个996、社畜、码农、打工仔，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该休息休息，该锻炼要锻炼，该运动要运动。身体是自己的，钱是别人的，这只有身体，也仅有身体是自己的。当然这对我们自己来说啊，当然从社会角度来说呢，为什么年轻人负担这么重？996、社畜，对吧？为什么压力这么大？这个是个社会性问题。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卷？这不就是卷吗？卷到极致。如果小米真的啊，每个人每天12小时，那小米就应该它对应的，比如说招10个人，它应该是招15个人就对了。招15个人，那就相当于每个人每天8小时。但现在每个人每天12小时嘛，对吧？那你再多招50%的人，你的工时就下来了。那小米为什么不能多招50%的人呢？恐怕是从成本考虑，对吧？你要多招了50%的人，你的新能源汽车卷不过别人，你的手机成本就高了，你也卷不过别人。包括这个猿辅导，对吧？他的加班，我们是有很多人没有工作的，找不到工作。不是说我们招不到人，不是说说我们给2万1个月你招不到人，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正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啊供大于求，所以导致这个内卷加剧。你不加班，有的是人加班，慢慢的加班就变成标配，变成一个自我要求。所以说来说去啊，最后就是说到分配上，因为咱们是第2大经济体 ，GDP 5.几的速度增长，蛋糕是越来越大，但是为什么韭菜年轻人压力却越来越大？按理来说不应该啊。所以既然大家都感觉到压力大，但是蛋糕，对吧？按照统计局说法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压力越来越大？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分配不合理，我们的这个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太小，也就是大头拿走的太多。但大头把这钱拿走了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经济价值、经济效益，对吧？没有能显著提高韭菜的这种应有的待遇，比如说保障。大头如果把这钱拿走了，就像北欧，对吧？他搞高福利去了，那也可以理解啊。北欧税收是非常高的，人家高税收高福利，玩的也挺好。那我们呢，大头拿走的太多，但是未来还得靠你自己扛，养老医疗都得自己扛啊。我们现在社保的缴费是不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1年比1年高，导致很多年轻人干脆放弃，他被迫啊。年轻人一旦把社保放弃了，他为了老了又是个问题，又要遇到养老的问题，对吧？现在年轻人996把脑干的干出血出来了，你的收入都超不过胡一金老师退休金，所以这里面还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急需要调整，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打工人韭菜活得累的原因，不是不努力，而是创造的财富啊被很多本身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占据了优势地位，被他们赚取走了，甚至
产生了极大的浪费。那作为企业的吧，小米、猿辅导有没有责任？当然也有，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责任不在他们，而是在于这种制度或者机制。连小米啊这样的公司啊都是血汗工厂，那你想想其他的企业那不更惨吗？这小米好歹还能给你发出工资，对吧？你干12小时，小米的待遇恐怕还是有保障的。那恐怕有很多企业你就是干12小时，你的工资也不会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